樓市交投明顯轉旺，整體物業買賣登記今年嚟已經突破37000宗，比去年同期多2成半。住宅買賣交投加快，令按揭申請增加。由於銀行需時處理，呢批已經入市嘅買家等待按揭上會都會比以往更加耐。有按揭顧問都注意到，近期銀行審批按揭申請出現塞車嘅情況。個別新買家更加透露，遞交所需文件之後，長達6個星期仍然不獲銀行回覆。今年咧咁啱咧係撞正咧新居屋嘅入伙嘅高峰期。以往呢啲居屋嘅按揭咧，通常都係集中喺幾間大銀行處理嘅，咁所以無形中咧就產生咗一個咧流量嘅負荷啦。對於嗰啲大銀行嚟講，個轉按咧係復甦咗。舊年咧轉按係佔整體按揭市場咧1成左右嘅啫，但係今年咧我哋睇到咧應該係佔到接近3成。最後咧就係因為嗰個股價上升，咁咧令到咧係好多係原本係發展商按揭嘅買家啦，咁就會轉按咧去翻銀行嗰度做一個低息嘅按揭啦，就令到而家我哋嗰個按揭市場咧就好似係蓬勃咗好多咁。由於個案顯著增加，令部分申請被積壓。莊錦輝建議新買家要及早遞交申請。往後咧，由於嗰個樓市咧越嚟越暢旺咧，其實咧等候嘅時間係會越嚟越長嘅。咁所以咧，準買家咧其實都要有幾手準備。咁首先咧就係嗰個入息文件咧就係需要好齊備。買樓之前咧先準備嗰個入息文件，唔需要銀行咧去來來回回咁要補文件咧，慳好多時間㗎。亦都可以考慮咧喺未買樓之前咧去先查閲自己嗰個信貸報告。簽買賣合約嗰陣時咧，最少要有2個月嘅成交期。咁如果可以爭取到3個月咧，就更加好。有3個月嘅時間去申請按揭咧，就好充裕啦。佢又提醒，如果申請高成數嘅按揭，審批時間或者長達1個月以上，準買家應該預留更充裕嘅時間，甚至喺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之前，已經到銀行申請預先批核。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咧，自己係唔夠時間申請按揭，或者好擔心自己按揭唔知申唔申請到嘅話咧，可以喺買樓之前咧做一個預先按揭批核。咁如果佢批咗你嗰個預先按揭批核，咁你再買樓再申請一個正式嘅按揭嗰陣時咧，咁就快啦，應該1個星期就可以啦。按揭申請增加，好可能同銀行提升回贈，令轉按變得活躍有關。單計4月已經錄得有581宗轉按登記，按月升4%。今年開始啦 ，H 按嗰個實質供樓利率咧，同2年前嘅 H 按實質供樓利率係相同，都係3.25厘。咁即係話咧，2年前咧買樓嘅業主咧過咗罰息期之後咧，今年咧係可以咧相同利息咁去轉按，咁並且賺嗰個現金回贈。而因為咧而家個現金回贈咧普遍咧都已經升到1%以上，咁即係話咧而呢一個500萬嘅貸款額咧，其實你做完嗰個轉按你可以有5萬蚊落袋，咁都相當吸引嘅。咁同埋咧，有好多業主咧，佢除咗轉按係賺個回贈之外咧，佢仲會咧趁呢個機會咧，就係轉翻一個由 H 按轉翻一個定息嘅按揭計劃。咁啊，確保佢未來嗰3年咧供樓嘅利率咧係鎖定喺2.73厘，咁比而家佢供3.25厘係慳咗半厘嘅。雖然物業買賣增加，不過涉及高成數按揭嘅按保個案就下跌。根據按證公司數據，頭4個月新批按保按年跌1.6%，去到4500幾宗，創近10年新低。莊錦輝話：買家為咗保留物業用途嘅彈性，必要時可以投資放租，寧願唔申請按保。早排咧，政府係放寬咗按揭成數啦，咁變咗咧，而家無論係自住同出租咧，最高都可以借到7成。咁如果你譬如你係申請8成按揭，咁8成同7成咧都係可能爭咗1成。咁但係你又要俾保費啊，咁啊同埋又要受按保嘅種種一啲嘅限制，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可能多咗人咧係寧願選擇去做一個7成按揭，多過去做一個8成按揭。咁所以喺整體嘅按保數字裏面咧就有一個回落。由於市場上投資客比例增加，莊錦輝相信未來按保嘅使用量將有機會